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6年1月20号。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看一看烏克蘭戰場上又有什麼變化。今天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第1427天，也是烏軍進入庫爾斯克的第533天。前線總共發生了133次戰鬥，其中45次在波克羅夫斯克方向，22次在胡里亞布爾方向。俄烏雙方雖在多個戰線密集交火，但暫無重大戰略突破的報道。根據烏方的戰報烏克蘭總參謀部稱，當日擊退了俄軍在庫皮揚斯克、克雷明納、頓涅茨克、科斯蒂安蒂夫卡和南部的斯洛博然斯基等方向的多次進攻，並宣稱庫皮揚斯克仍在烏軍控制之下。同時，烏方攔截了部分俄軍的空襲，但基輔、哈爾科夫、奧德薩等多地能源設施仍遭襲，導致基輔20餘定居點斷電。根據俄羅斯國防部的說法呢，當日俄軍控制了頓涅茨克的叫普里沃利耶、扎波羅熱的普里盧基兩個定居點，並對烏軍的軍工、能源、交通等167個目標實施了打擊。俄方宣稱擊落了211架烏軍無人機和2枚海王星導彈。根據烏軍第7軍第132獨立偵察營，根據他們的說法烏軍繼續在波克羅夫斯克方向開展積極的行動。昨天一天之內，地面偵察部隊清掃了近900米，加強了戰術陣地，壓制了責任區的俄軍活動。天車部隊的無人機提供持續的空中掩護，識別敵方動向並控制戰場。機動4輪摩托車隊在地面推進，對地形進行快速協調掃蕩。總之雙方在波克羅夫斯克還是打的是難分難解根據烏軍總參謀部的說法其工程兵部隊在去年12月期間成功執行了戰鬥任務。根據統計，當月通過工程彈藥攻擊，共消滅了近1000名俄軍，摧毀197台裝備及74個其他目標。部隊主要採用無人機遠程布雷方式實施打擊，這種方式既提高了作戰效率，也最大限度降低了己方士兵的風險。工程兵部隊通過無人機和地面機器人系統有效阻斷敵方的推進路線，實時記錄每次對敵方裝備及人員的打擊，並將確認目標錄入德爾塔態勢感知系統，以確保數據完整性。該部隊表示將繼續增強防禦能力，構築新的工程防線，並與烏克蘭全體防禦部隊協同作戰，持續使入侵者造成重大損失。烏克蘭總司令希爾斯基說烏克蘭將會反攻，我們不會把頓巴斯拱手讓給俄羅斯。近期在最新的採訪中最高司令官希爾斯基將軍透露了多項重要消息。值得一提的是，他概述了俄羅斯的最新計劃，指出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俄羅斯正在準備任何和平談判或在戰場上緩和行動。相反，俄羅斯的戰鬥強度不斷的增強，進攻部隊的實力不斷增強，打擊武器、導彈和無人機的產量也在增加。俄羅斯準備每天生產多達1000架無人機，還有俄羅斯已超額完成2025年動員計劃100%以上，招募了40.6萬名士兵，並計劃今年至少組建11個新的師，需要再徵召40.9萬人。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烏克蘭不會一味的被動進行防禦，而是將進攻納入2026年戰略規劃，也就是再來一次類似於庫爾斯克戰役，也就是打入俄羅斯本土。烏克蘭將進行戰略防禦行動，但我們也明白單靠防禦是無法取得勝利的。他說希尔斯基還堅定地表示说，烏克蘭不會將頓巴斯拱手讓給俄羅斯，我完全支持澤連斯基，這片土地是用我們士兵和公民的鮮血澆灌的，這是烏克蘭的軍事宣言，這是對特朗普這個小集體這個投降團夥發出最強音，就是 no。 希望2026年烏軍再給俄羅斯來一個驚喜。俄烏戰爭進入了第5個年頭，雙方在外交談判前夕軍事對抗持續升級。烏軍無人機切斷俄戰區電網，20萬戶瞬間陷入黑暗。美聯社報道
烏克蘭發動無人機襲擊，成功破壞俄羅斯佔領區的能源基礎設施，導致南部扎波羅熱地區於周日18號發生大範圍停電。克里姆林宮指派當地官員證實，至少20萬戶家庭、近400個定居點電力供應被切斷。長期以來，俄羅斯一直採取武器化冬季的策略，通過打擊電力設施削弱烏克蘭社會的承受能力。此次烏軍行動則被視為對等反擊。俄戰區官員巴利斯基在社交平台上承認，烏克蘭無人機的精準打擊導致電網受損，數十萬人受到影響。與此同時，俄軍仍在持續對烏克蘭發動空襲，奧德薩能源設施被擊中並起火，全國至少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傷。烏克蘭為了報復俄羅斯對其能源基礎設施的轟炸，開始對俄羅斯後方能源設施進行大規模襲擊，這也是近期俄烏衝突中烏克蘭採取的能源戰的策略一部分。根據最新戰況，烏克蘭近期特別加強了對俄罗斯首都圈纵深目標的遠程打擊，襲擊給俄羅斯造成數億美元的損失。莫斯科機場航班停飛等具體事件，莫斯科市民抱怨声音越來越大，因为这场戰爭已經發生在他們眼前和身邊，而非遙遠的烏克蘭。根據俄羅斯媒體報道昨天晚上莫斯科附近的溫度已經降至零下10度，而莫斯科部分地區也是遭到烏軍的無人機打擊出現停電，沒有了能源供應，零下10幾度這個俄羅斯人也是感受到戰爭的這個殘酷戰爭帶來的影響。莫斯科人歲月靜好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從此他們要跟烏克蘭人一樣，要感受到戰爭的這種冷酷。烏克蘭無人機襲擊了位於俄羅斯阿斯特拉罕州的卡普斯克亞爾導彈試驗場。烏克蘭的無人機為什麼打擊這個導彈試驗場呢？那是因為俄羅斯正是從這裡發射的奧列什尼克導彈，也就是針數導彈轟炸烏克蘭的利沃夫、卡普斯金亞爾天堂小鎮。俄羅斯正是從這裡發射奧列什尼克導彈，每一枚導彈造價約4000萬美金。雖然奧列什尼克連夜襲擊烏克蘭的利沃夫地區的天然氣存儲設施僅是一次示威活動，而不是試圖造成實際破壞，但是此次襲擊與莫斯科近期遭遇的一系列挫敗有關，也就是普京是處於這種氣氛上頭了，所以他發射了這個針數這個超高音速彈道導彈。那是為什麼是上頭了呢？這是路透社報道的第一個是法國和英國計劃向烏克蘭部署軍隊，美國抓捕馬杜羅以及扣押俄羅斯油輪。在這個美西方一連串的這個亂拳之下，普京破防了。專家認為克里姆林宮對此感到惱火，決定向西方發出信號。問題是普京發出這個信號之後又遭到了美西方更猛烈的打擊，對吧？英國要扣留俄羅斯的這個影子艦隊，意大利也扣留，這個美國已經扣了6艘俄羅斯的這個油輪，而且特朗普現在2個雙航母攻擊群已經開往這個波斯灣、地中海，要對伊朗形成夾擊。一旦特朗普打擊伊朗，這個對於俄羅斯來說又是一個晴天霹靂烏克蘭的無人機襲擊了卡普斯金亞爾及奧列什克導彈的發射場。根據軍方援引俄羅斯媒體報道，第4國家中央跨軍種實驗場遭到了襲擊。除了奧列什尼克導彈外，該設施還測試各種短程和中程導彈以及防空系統。我們再看看外交以及國際援助烏克蘭將從意大利獲得一批供暖設備，以支持受影響地區。這是烏克蘭的這個總統辦公室主任布達諾夫說的他說，我們尋求國際援助，以應對俄羅斯大規模炮擊後能源領域的嚴峻形勢。未來幾天，意大利將向烏克蘭提供一批供暖設備，以支持受俄羅斯恐怖襲擊影響最嚴重的地區。這是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與意大利部長會議主席梅洛尼達成的協議成果。他表示在第一階段，烏克蘭將接收78台工業鍋爐，總功率達到116.5兆瓦。在俄羅斯持續攻擊烏克蘭基礎設施的背景下，這些設備至關重要。第二階段支持計劃將在未來半年內實施，在此期間，烏克蘭將再獲得300多台鍋爐，總功率達到806兆瓦。實際上意大利雖然給人感覺有點隨性，好像跟着特朗普後面跑，但是援助烏克蘭這一塊那還是能做多少做多少英國將在基輔
開設一個商業中心，旨在幫助國防領域的初創企業向烏克蘭出口更多的軍事裝備。這是英國廣播公司報道的啊，說該中心將幫助英國中小型企業尋找辦公場所，並解決出口難題，優先支持防空系統和無人機系統的銷售。此舉正值和平談判進展緩慢之際，儘管取得了一定進展，但雙方仍未能消除關鍵分歧，結束戰事。也就是說啊，這個英國啊繼續支持烏克蘭。英國有很多初創型的企業，在這個無人機和這個防空系統這一塊啊有很多技術。這些小企業啊，這個英國人乾脆啊在基輔搞一個創業中心，讓英國的這些小企業進駐，就在這兒設計生產，到時候出口直接給烏克蘭。德國總理默尔茨說啊，當前歐洲面臨的最大安全威脅并非來自西方，而是源自東方，指的是俄烏戰爭啊。我對歐洲安全最大擔憂并非格陵蘭島，而是烏克蘭局勢。這個西班牙的首相說啊，他說美國入侵格陵蘭島會讓普京成為世界上最開心的人。這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強調，華盛頓的此類行動在某種程度上會讓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行為合法化，並將成為北約的死刑判決。所以我們要說一說啊，特朗普為什麼心心念念的要拿下格陵蘭島？雖然他這個借口啊非常拙劣，特朗普稱你消除俄羅斯對格陵蘭島的所謂威脅。美國總統特朗普啊宣布打算消除俄羅斯對格陵蘭島的所謂威脅，因為他斷言丹麥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採取任何措施。有8個國家啊，德國、英國、法國、美國國家派了幾名士兵，應這個丹麥的這個要求啊，他們去格陵蘭島舉行為期幾天的一個就是聯合演習，就這麼個事。然後特朗普馬上宣布要對這8個國家要增加關稅，然後德國立馬把他派了15名士兵給他撤回来了。然后有很多人呢就說你看德國衰了啊，然后歐洲衰了一大堆的。實際上我看根據莫爾茨的說法，實際上就是德國人反應過來了，其實不應該在格陵蘭島這個問題上面跟特朗普糾纏，就不應該玩這些針鋒相對的啊。關於格陵蘭島啊，這個歐洲和丹麥就應該玩嘴炮。為什麼這麼說呢？你軍事對抗美國沒有意義啊，因為那個格陵蘭島現在不是本來就是美國人在那駐守，你這樣做無非就是對吧，正好上了普京的當。你越在那兒配合特朗普炒作，全世界的目光都轉移到格陵蘭島了，沒有人關注俄烏戰爭，沒有人再去譴責普京，甚至你特朗普要強占格陵蘭島，那普京佔領這個烏克蘭，那有什麼區別呢？所以說歐洲國家應該反應過來，不應該配合特朗普就玩這個遊戲。我在以前節目說過，對吧？格陵蘭島這個事情我不關注，我為什麼不關注呢？我當然也譴責特朗普這個強賣這個要佔領格陵蘭島，但是我覺得它畢竟是他們美西方他們內部的一個事情。怎麼這麼說呢？也就是說首先特朗普你能不能拿得下格陵蘭島，你先要過美國人自己的關。我們以前經常說，對吧？美國這個體制它有優點，它優點在哪兒呢？主要是它有糾錯的機制，這個大家承認吧？你特朗普也是美國人選的，他也不是自己对吧弄虛作假作弊當總統的，是美国人一票一票選出來的，那他就代表了美國。但是他代表美國，他去強行佔領這個格陵蘭島，或者叫強買侵犯丹麥、格陵蘭島以及歐洲的利益。那如果他這種行為在美國國內得到容許，就是說明美國國內他沒有一個機制，他們不能約束這個總統。那到時候美國他不就變成一個也是領袖一拍腦門想幹啥幹啥？那和印度有啥區別？和俄羅斯有啥區別？我們總說美國它有制約，對吧？總統不是一言堂，總統不是說了算，對吧？那也就是說格陵蘭島這個事情，先美國人內部你能不能通得過？如果美國人內部都通過了，人家美國國家意志覺得就應該佔領這個格陵蘭島，那好了，這個世界上美國也不值得羨慕，對吧？是不是所謂的這個世界燈塔、民主燈塔也就沒了，它跟俄羅斯沒區別。那全靠同行襯托印度反而在世界上佔領了這個道義制高點。你看俄羅斯侵略別人，美國也侵略別人，還就印度沒侵略，是不是那世界上的小國那都為印度馬首是瞻，那好歹印度沒侵略他。所以我覺得這個格陵蘭島這個事情首先看美國國內他怎麼約束特朗普，對吧？看美國國內的變化，他有眾議院、參議院，也這個是考驗美國這種制度它的糾錯能力。如果在美國制度它糾不了錯，那他就不值得羨慕，說明總有一天他會出現一個獨裁者一樣的，因為他限制不了嘛。
所以說，我覺得啊，这個莫尔茨是反應過來了，對吧？不應該派部隊過去，你不搭理他，你就反對就完了。你要配合他炒作，這不是全球目光都吸引到格陵蘭島去了嗎？第二個啊，我個人認為格陵蘭島什麼意思呢？就是首先它是丹麥的主權，沒毛病，那現在大家都認。然後格陵蘭島人自己的這個意願，什麼意思呢？就是特朗普如果想這個買或者是要去佔領這個格陵蘭島，你首先是格陵蘭島上的人的意願，他們什麼態度，同意不同意？第二個，丹麥同意不同意？就丹麥的老百姓，按照現在的这個世界秩序啊，就我們目前這種文明法則，我這麼說吧，那就是丹麥人和這個格陵蘭島的人都同意，哎，那你特朗普就能買啊，花錢，对不對？丹麥人也同意賣給這個特朗普，賣給美國，因為為什麼呢？格陵蘭島丹麥人是個累贅啊，他據說每年要花6億美金，就補貼這個格陵蘭島人，這上面他也沒啥東西，就是他沒有什麼經濟價值，他也不能開採，至少現在啊，每年給格陵蘭島6個億，這不就是累贅嗎？然後格陵蘭島這人呢，恐怕對吧？這6個億好像他們也不覺得多。如果特朗普給的更多呢？特朗普給每個人一張身份證，每個人10萬美金，他還要投多少錢去建設格陵蘭島？那格陵蘭島人覺得，哎，這不挺好的嗎？哎，如果啊，格陵蘭島的人和丹麥人他們都同意，我覺得那特朗普買就買了唄，這不正好是自由這個叫什麼民主這種象徵嘛，對吧？我有處置權，我有權利決定跟誰加入誰。當然了，這一切啊，你不能用槍桿子逼着人家選，就像那個俄羅斯一樣的，拿槍桿子逼着烏東斯克州、克里米亞，那這種選舉啊，這種是不算數的。所以說來說去啊，這個我對格陵蘭島，我覺得沒有必要關注。歐洲這8個國家關注了，實際上你就上當了，你就配合特朗普在那炒作，正好中了普京的這個陰謀詭計，也就是說讓普京合適了。最近啊，咱們在外交層面上啊，明顯的感覺到烏克蘭人是想停火，要和談，而且現在各種媒體在放風啊，一會兒是烏克蘭最高拉達說同意啊，頓巴斯地區領土換和平，一會兒是什麼說澤連斯基啊暗示可以放棄領土，就各種傳言啊。我在想啊，實際上就是反映了烏克蘭當下他所經受的考驗。也就是這個冬天呢，這個普京啊加大了對烏克蘭能源設施的打擊。也就是這個冬天啊非常寒冷，你打擊了烏克蘭的這些能源設施，導致烏克蘭人在挨凍。挨凍的情況下，這個玩意對吧？你說起來容易啊，但是你如果在零下10度讓你凍個1個月，或者凍個5、6天，你老百姓的這種反抗意識能不能經得住考驗？現在啊，烏克蘭人是60%還是70%人是堅決反對領土換和平，有30%的人是同意在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什麼樣的他能接受領土换和平，是這麼個民意。但是如果你連續讓老百姓挨1個月的凍，這麼嚴寒的情況下，沒有電，沒有燃氣，沒有取暖，那老百姓他能不能扛得住？到時候這個民意是不是會發生變化？這個很難說啊。那畢竟咱們對吧？你在房間裡沒有危險呢，你也不受凍，你說反抗俄羅斯侵略容易，但是他們是真正的挨凍啊，意志夠不夠堅強不好說。所以在這種時候啊，澤連斯基加大了和平談判的力度，就是要表現出一副对吧，願意馬上就停火。為什麼呢？實際上你通過談判，你磨嘰幾個月，冬天就過去了。這個最冷的時候，如果通過談判消耗時間，那烏克蘭那邊呢，能源基礎設施它可以修復啊。你看意大利不送了這個鍋爐了嗎？其他國家也會援助，那麼會慢慢好起來。現在是什麼呢？現在是這個歐洲國家給烏克蘭的援助，這個比如說能源設施對吧？這個修復這個線路啊，還有這個發電廠，烏克蘭所有的發電廠都被俄羅斯炸了，你要修這個發電廠都需要時間。所以說澤連斯基現在表現出願意談判、積極談判的這種某種程度啊，也是為了爭取時間，扛過這個冬天。不是澤連斯基要投降，澤連斯基抱怨美國說啊，美國希望明天就結束戰爭，而我們希望今天就結束。俄國出問題，就是俄國人呢不想停火，而美國人不願意給俄羅斯施壓，這是澤連斯基的意思啊。如果俄羅斯人當真希望結束戰爭，他們本該將重心放在外交途徑，而非導彈襲擊、制造斷電事件，甚至企圖破壞我們的核電站。我們已掌握俄方為發動襲擊而進行偵查的地點信息，所有證據都清楚表明，外交並非俄羅斯優先選項，這一點必須得到認可。我們必須持續向侵略者施壓，並正視這場戰爭的真正根源，根源就在莫斯科。總之啊，普京現在醞釀一輪更大規模的這個打擊，把這個冬天變成一個武器，逼烏克蘭人投降。所以澤連斯基他也說啊，他說今天一整天我們一直在聽取總理斯维里登科和
能源部長施米加尔的汇報，俄羅斯的袭击过後，修復工作仍在继續。令人遺憾的是，每晚都會出現新的襲擊目標。俄羅斯的主要攻擊目標始終未變，我們的能源領域近5.8萬名工人全部全天候在電網、發電設施以及供暖設施進行搶修工作。烏克蘭鐵路公司和其他國有企業的資源也已經投入使用，也就是這麼多人搶修，這個速度沒有俄羅斯人摧毀的速度快。在基輔，也如形勢極其嚴峻，我們從全國各地額外調派了50支搶修隊伍，目前仍有許多建築物供暖不足。針對每一棟這樣的建築，我們都在手動調配必要的設備和人員。澤連斯基在視頻講話中抱怨說整個星期我們能源設施不斷遭到攻擊，最近一次襲擊是昨天針對天然氣生產設施的攻擊。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烏克蘭計劃在達沃斯峰會後與美國簽署安全保障協議。在達沃斯經濟論壇期間，雙方可能會簽署一份價值8000億美元的烏克蘭經濟繁榮協議。烏克蘭駐美大使奧爾加·斯特凡尼希娜透露了這一消息。一份單獨的安全保障協議更為複雜，但烏克蘭官員向金融時報透露，基輔方面希望在達沃斯峰會後不久就能敲定一份條件清單並簽署協議。所以說對烏克蘭來說，接下來這個3個月是最關鍵的時候，是最難熬的時候。他難熬不是說武器缺乏，所以澤連斯基最近天天要這個盟友提供這個防空設施防空武器，那就是被俄羅斯炸得不行了，老百姓不一定能扛得住這是烏克蘭目前面臨的困難。那俄羅斯這邊呢？首先1月18號說，日前美國知名媒體人卡爾森媒體賬號發布了一段對俄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名譽主席曾任普京外交顧問的謝爾蓋·卡拉加諾夫的採訪視頻。視頻中，卡爾森提問：如果普京被暗殺，會發生什麼？謝爾蓋·卡拉加諾夫對此做出回答，說：如果普京被暗殺，意味着歐洲將從人類地圖上消失，我們不得不用常規武器對歐洲進行攻擊。接下來將會是核武器的多次打擊。可以說這個就屬於喪心病狂了如果普京遭到暗殺，那麼歐洲就要遭到核打擊，把歐洲從地球上抹掉。那我們反過來說，俄羅斯呢？俄羅斯就不會被抹掉是嗎？因為一個人的死，俄羅斯这麼多人都要陪葬，這到底是心虛呢？還是什麼意思？普京一個人被人暗殺，還要拉上俄羅斯人民陪葬，你說這叫什麼事？許多西方軍事專家認為，俄羅斯最大的問題是克里姆林宮不知道真實的戰線情況，因為在逆淘汰的環境中，是沒有人敢說掃興的真相。從少尉到中校再到將軍，他們都喜歡阿諛奉承，都喜歡用紅色的鉛筆在 A4 紙上報告每日推進的戰報以及作戰進度，因為流血的只有普通士兵，對吧？那少一股就直接在後面加個0叫少成實。那俄羅斯是越打越有錢嗎？路透社1月14日報道說，俄羅斯財政部數據顯示，2025年該國財政預算中來自石油和天然氣的收入下降24%，跌至2020年以來最低水平。這主要受油價下跌與盧布升值雙重因素影響。油氣收入是克里姆林宮主要現金來源，占聯邦預算收入的1/4。自2022年2月俄羅斯在烏克蘭發起軍事行動以來，巨額國防和安全支出令該國財政預算吃緊。俄羅斯財政部報告顯示去年該國油氣收入降至8.48萬億盧布，大概就是1080億美元低於2024年11.13萬億盧布。由於市場對供應過剩的擔憂日益加劇，2025年油價下跌18%。創2020年以來最大年度跌幅。2025年12月，俄羅斯油氣收入從2024年同期的7902億盧布和2025年11月的5030盧布降至4478億盧布，也就是2025年12月俄羅斯油氣收入無論是環比還是同比都是暴降腰斬，這個趨勢就很明顯了所以我剛才說的是烏克蘭的困難普京對烏克蘭的這個能源基礎設施的這種狂轟濫炸，讓這個冬天烏克蘭老百姓面臨着這種寒冬的考驗。那俄羅斯自己呢？最主要是它的財政。烏克蘭用無人機只是打擊煉油設施、採油設施，這個說實話對俄羅斯的老百姓的影響不是直接的，是間接的。剛才說了俄羅斯的這個收入在下降，但是俄羅斯的開支
那是日益飆升啊。俄羅斯议會報報道啊，2026年1月16號，初步數據顯示，去年作戰飛機的產量增長了50%，同時卡拉什尼科夫集團各種武器系統，從輕武器到導彈，產量增長了60%，無人機產量在1年內增長了2倍，而且這不僅僅是供應前線或運入出口，也包括滿足國內消費的民用飛機。你說無人機產量增長2倍，作戰飛機產量增長50%，這些錢從哪兒來呢？也就是你看啊，這邊政府收入在下降，因為油氣出口受阻啊，收入下降，但是它開支還在增加。你說這政府還能堅持多長時間？好了，在這個緊要關頭啊，俄羅斯人突然發現有了來錢的路子，靈光一現啊，這回普京啊掏出來的可不是特朗普的裸照和小視頻，而是另外一件法寶。大家聽一聽啊，是不是感覺有點問題？根据俄羅斯衛星通讯社報道說，斯大林與太祖通信集即將出版，俄羅斯國家檔案馆將首次出版斯大林與太祖的通信集。俄羅斯國家檔案館館長安德烈·阿爾季佐夫在接受俄羅斯新聞社採訪時表示，今天我們計劃出版這些文件的合集，其中許多文件將是首次公開。據他介紹，目前俄羅斯檔案館之間的國際合作是按照友好國家和非友好國家原則進行的。我也不知道這什麼意思啊，這要把斯大林和太祖之間的通信拿出來，這個我總感覺哪兒有問題啊？這是不是敲打？那意思就是趕緊送錢呢？是不是這意思啊？你要再不送錢，你要再不下場幫我可不知道抖露出什麼東西出來。現在特朗普據說就是苦不堪言嘛，被地包老人操控，是不是地包老人也想用这一招來操控啊？印度值得關注啊！我覺得俄羅斯人啊沒安好心，不知道黃俄是怎麼看這個事啊？也就是說，他很多信啊是到現在為止是首次公開啊，就是沒人知道啊，誰知道這玩意他到時候登個啥出來？可見啊，這個俄羅斯也是沒招了啊，窮途末路啊，開始敲詐敲竹槓子。我們進一步關注啊。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